主播当爸跟抗争，俺那一点经营。大家好，我是雍吉。藏历新年来临之际，我在这里恭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吉祥安康，阖家欢乐，罗萨扎西的嘞。长马抗争，俺主要长木厕所罗上人，别让人的国际罗斯了，南巴山几各自个殿堂上，小娃啷着用扎西么？Say